喺英國生活嘅朋友注意啦 ！UKHSA 英國健康安全處而家正調查 Cairns 嘅腦膜炎球菌疾病爆發，由3月13號起已經通知咗13宗個案，其中有2人不幸離世。UKHSA 亦都指出，今次驗到嘅菌株係 Meningitis B， 簡稱 MenB。大家好，我係徐藥師，英國註冊藥劑師。今條片唔係想嚇大家，而係想你哋記住幾個重要嘅識分識做重點，尤其係你或者身邊嘅人，如果係學生住喺宿舍生活。MenB 係咩呢？點解咁緊張呢？MenB 係腦膜炎球菌中嘅其中一個血清型，佢可以引起腦膜炎 meningitis， 亦都可以引起敗血病 sepsis。最關鍵嘅係呢樣型感染通常惡化得好快，所以一定要記得紅旗位同埋求助方法。MenB 係點樣傳播㗎？點解青少年或者宿舍嘅風險特別高？ MenB 一般係經由咳、打乞嗤同埋親吻等嘅近距離接觸傳播嘅。有研究同專家亦都提到，有一部分人平時可以係帶菌，但係冇病徵㗎。點解青少年風險特別多人講？因為佢哋好多時都住宿舍，去 club 同埋近距離嘅聚會比較多，就更容易傳播啦。至於潛伏期，由接觸到病發，通常都係1個星期內，但有機會可以長到大概10日左右。點解話 MenB 喺英國會更值得擔心呢？先講清楚，唔係話 MenB 一定比其他血清型，例如 MenA 更加危險。我嘅意思係喺英國嘅現實狀況 ，MenB 往往係更值得大家留意嘅。主要原因有3個：第一，英國確實比較常見到 MenB 嘅個案；第二，疫苗覆蓋唔同。好多人聽過青少年打嘅 MenACWY， 佢係針對血清型 ACWY， 即係話佢係唔防 MenB 㗎。MenB 係另外一套疫苗。第三，唔係人人都打過 MenB 嘅疫苗㗎，因為英國將 MenB 納入嬰兒常規免疫係喺2015年開始，咁即係話而家好多人其實喺嬰幼兒階段都冇打過 MenB 疫苗㗎，除非有其他途徑接種啦。紅旗位，如果你或者你身邊嘅人出現以下嘅狀況，例如係皮疹按落去唔退色，杯測試都唔退，突然高燒、劇烈頭痛、頸硬、怕光、意識變差、好常睡、叫極都唔醒、抽搐、呼吸困難、手腳冰冷。如果有以上嘅紅旗位，即刻去最近嘅 A&E 或者打999啦。如果唔肯定但係好擔心，可以用 NHS 111分流。腦膜炎點樣治療？治療方面重點得一句，要快。懷疑腦膜炎或者敗血病，醫院會即刻做出評估，並可能需要立即抗生素或者支持性嘅治療，例如係補液啊、監測等。呢類嘅狀況唔係靠感冒藥或者喉糖或者休息等就可以好返㗎，所以真係唔好拖啦。關於腦膜炎嘅疫苗，英國點打？香港又點？講返疫苗，以 NHS 嘅建議為準。英國嘅 MenB 疫苗由2015年起 ，NHS 會向嬰幼兒提供3針嘅 MenB 疫苗，8星期、12星期同埋1歲嘅 booster。同時亦都有其他常規嘅兒童疫苗，例如6合1、肺炎球菌等，亦都可以保護某些其他成因嘅腦膜炎。英國嘅 MenACWY 疫苗 ，NHS 建議所有青少年接種，通常係學校嘅 Year 9或者 Year 10，即係大約13至15歲安排。如果你讀書嗰陣時錯過咗，一般可以補打到25歲，按 NHS 嘅安排。咁香港方面，根據香港衛生署家庭健康服務資料，腦膜炎疫苗唔係香港兒童免疫計劃嘅常規免費疫苗，不過 MenACWY、MenB 等嘅疫苗，一般可以喺香港通過私家醫生自費接種作個人保護。如果你身邊嘅人住喺英國，或者喺宿舍、學校生活，建議你轉發俾佢哋睇，至少記住紅旗位。本影片只作醫療科普資訊，不構成個人醫療建議。如果你想睇更多關於英國醫療同用藥資訊，記得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。有咩問題歡迎留言問我，我會盡量解答。我係徐藥師，我哋下次再見。